Hello， 大家好，我係 K 啊。今日咧要為大家介紹嘅靚屋就係呢一個由新鴻基出品，位於34市海名下網嘅呢一間天際泳池大屋。呢個項目咧就叫做太子道西233號。K 仲記得舊年年頭嘅時候咧，我亦都過嚟拍過相同嘅呢一個天際大宅。嗰時咧呢個項目啱啱開售咗冇幾耐，轉眼間咧喺1年之內，全款嘅75個單位咧，而家已經沽出咗超過90%半啦。咁剩翻仲有6名嘅幸運兒。新鴻基作為我哋香港龍頭發展商，佢哋嘅作風咧都會緊貼翻呢個樓市，係會隨住呢個市況去加價嘅。最出名嘅例子，大家可以參考翻呢一個西山嘅 CRC 啦，同埋天煞天。喺而家呢個市況，我哋都會同客人講，就要寧買當頭起，先至有機會用一個順價去攞到你嘅心儀嘅夢中情況。而 K 而家嚟到嘅 A 號大宅咧，大家就見到係連埋一個私家泳池嘅，私家泳池嘅長度咧都有成15米㗎。好似今日2月中，但係個溫度咧都有成28度嘅喎。天口咁熱咧，你話屋企就有一個私家泳池，可以俾小朋友隨時上嚟游下水啦、消下暑嘅。水啦，一邊喺度望住呢一個咁開揚、咁翠綠嘅加多利山美景，都係人生大享受嚟。呢一間天前屋嘅天台嘅開側咧，像做翻呢個 L 型嘅一個設計，行過嚟呢一度咧，再欣賞埋九龍塘呢一片咁低密度嘅洋房群啦，同埋我哋香港名山獅子山嘅一個傍浦嘅美景喎。已經遊咗落隻樓梯咧，好輕鬆咁嚟到咗下面嗰一層。間天子屋成個土地面積係淨係1800尺。咁大家而家可以見到咧，我嚟到嘅呢個客飯廳嘅範圍咧，佢都已經做咗270度嘅呢個全內地玻璃窗。太子道西233號除咗景觀係佢嘅一大賣點之外，咁當然呢一度嘅優越校網都係好多家長客咧會選擇佢嘅原因。咁佢就位於呢一個34市海名校網啦，同埋九龍城嘅中學校網，會有多數嘅精英學府，包括呢個南拔萃啦、喇沙、培正同埋瑪麗諾書院嘅喎。仲喺區內揾翻一個高質嘅物業，仲要有埋你自家嘅會所配套嘅話咧，咁相信呢一度就一定係好適合你。呢一間天池屋咧係一個4房雙套嘅間隔，呢個咧最正嘅就係佢4個房間咧都向翻廳房同向嘅呢個加多利山畔啦，所以每一名家庭成員都可以享受到相同咁優美嘅一個景緻。佢嘅取景咧絕對係佢一大優勢嚟，因為你會喺九龍核心市區可以揾到一個咧同其他樓之間相隔咁遠嘅，而且仲可以欣賞到呢個咁開揚翠綠嘅城市綠洲美景咧，其實供應真係好少。另外佢個衛浴個設計都好靈活嘅，咁你見到呢個做咗個拉頭門，咁喺個衛浴度咧都做翻呢個全內地玻璃窗，一邊睇 SPA 都一邊欣賞到出邊呢個咧咁靚嘅一個城市綠洲美景。打開咗呢個拉頭門之後咧，就可以嚟到咗第3間嘅睡房喎。咁呢間睡房咧，相對嚟講個面積比頭先嗰2間都再大少少啦。咁我哋而家嚟咗咧就係呢個主人套房，但佢前後咧都做翻呢個全內地玻璃窗，而且都係用翻一個轉角窗嘅一個設計，咁就可以攞進呢一邊嘅加多利山畔同埋嗰一邊嘅一個獅子山嘅傍浦美景。除咗佢嘅優越校網之外，呢個項目嘅另一個好大嘅優點咧，就係佢係擁有雙站嘅優勢。咁佢就挨近住呢個旺角東站啦，同埋太子站。其實講緊行過去嘅距離咧，只不過聽一首歌嘅時間就已經好近嘅。至於民生配套方面咧，呢一區都相當之成熟。隔離咧就已經係有旺角最大型嘅一個商場，而且隔離仲有一間帝京酒店。另外新鴻基亦都會喺旺角世界嗰度咧去打造全九龍第2高嘅一個商業地標。當呢個全新嘅地標落成咗之後咧，就會喺同區產生一個好強大嘅協同效應，大大提升咗區內物業嘅一個保值能力。丁丁做咗一個衣帽間啦，你可以收納翻下面主人啲細嘅衣物。咁大家可以見到佢呢度嘅一個主人套房嘅衛浴咧，個設備都媲美到一個酒店級嘅體驗。最特別嘅咧就係佢呢度做咗一個其他衛浴比較少見嘅一個組合盤，入邊咧就提供咗好多個收納空間啦，俾埋你2面嘅洗手台同埋2塊大鏡櫃，男女主人就可以每人一個，唔使爭嚟用。咁而家太子道西233號咧，全款喺倒數中，得翻仲有6名嘅幸運兒。香港樓市已經確認咗轉勢向好啦，大家都要把握呢個黃金轉角市機遇。咁K今日介紹就嚟到呢一度，大家繼續支持我嘅頻道啦，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